无人驶的无人机是即摆真正看到的新工具之一。云林市务的飞沙国中举办科技体验营，让偏乡的囡仔有机会学习无人机的操作。 市务的飞沙国中伫慈善基金会赞助举办科技体验营，找大伫工商的林永昌主任教囡仔操作无人机。 让学生来实际操作4轴旋翼机，学习这个4轴旋翼机以后，可以进阶到空拍机，甚至农用的无人机。营队教大家来做飞行机，让大家体验2种无同款的无人飞行机，希望囡仔会使自细汉培养对新科技的好奇和观念。要反复尝试啊，但是会一直坠落。我觉得很好玩。 可以学习他怎么控制无人机啊，也可以认识到很多无人机有怎么种类。学校嘛真积极准备举办营队，希望会当让囡仔加接触科技教育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